嘿嘿，一二三，嘿嘿，一二，好像再大声一点点好了。喂，嘿，嘿嘿嘿嘿嘿，一二三，一二三，嘿，一二三，好，谢谢，应该可以。OK，黄色，黄色，黄色，好。蓝色，蓝色，蓝色，蓝色 ，OK。红色，红色，红色要大声一点点，好。喂喂，有吗？有。紫色哦，很大声。有吗？喂，黑色。喂，诗慧。橘色吗？喂，哦，橘色。好，我们开始来练习。有，应该有。我们开始练习了。184线。184线哦。184我们唱2节。啊？7、8啊。他说副歌先。没有，我说7、8啊。7、8才要先副歌了。好，我们184，我们先唱2节。兄弟呀，当那为呀多，马一起落我，给我比比手快乐，我敢一个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是我口为的保守，为保守所高的义，为保守的高义。第2节。亚所问点那为亚亲，充满的我心内。因为对新鲜跟后因，心为平安主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是我口为的保守，为保守所高头义。为保守的高义。好，78。78我们也唱1、2节。
来好福，主你所安排主必。你归头朋友卡近，真正来生伊的脚，主人家最落魄的好塞，耶稣。主你所安排主必，因你有好嘅作用，主必有无相中做，主必也无分归这安顾。对不起，对不起，对，最后，对，对不起。好，我们等一下会记得，我们152。要配左会。哎，还要152。好，152，你给我们几个前奏，就是 OK。求主听听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以后我的一生都会有我最生命。主，我来求你，我来求你。所留的宝贝，使我最好亲近。我求主听他声音，我着一条的心，让我最追求的是给听我心在进行。主，我来求你，我来求过你，因你所留的宝贝，使我最好亲近。好，间奏之后3。求主叫我困境，我就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谈使用，我为你加薪。主，我来求你。我来求过你。
请遐这大家平安，真欢喜，大家拢会当做伙组织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礼拜要开始进前，咱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的上帝，阮用感谢俄乐的心来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有讲，囡仔背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拢会当得到安息。即时，阮将阮的重担、阮的压力拢放下，独独伫你的面前来调起你，求主你甲阮同在。透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重新得到力量，会当来奔走天路。阮的祈祷拢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个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伫咱礼拜台先，咱来训练咱今仔日的歌诗歌，请咱献开第一首184首，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熟的吼，咱即摆阁献开84首，78首，歹势。这首的唱法的顺序就是副歌开始，然后副歌接第1节，再个副歌接第2节，然后我们最后是停的副歌，好。好，我们开始来唱78首。
刷来咱献开圣诗152首。毋管伫外口，还是即2礼拜，我想咱的心，拢有悲伤甲失落。这首歌是真会当互咱感动的一首歌，也是嘛是一个灵性分享的一首歌。我想，逐摆咱咧吟这首歌的时，咱一定拢会得到来对耶稣互咱的安慰。好，咱即摆来唱152首，救主疼痛的声。救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对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求你，我求困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救主疼痛的声音，我着记着的心，让我最受定十架，听我实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来求困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圣诗后面要有写：伫罪恶中指示我活命的真理，伫无助中显出你全能的恩典，伫绝望中赏赐我远望的困难，伫黑暗中为我开光明的道路。毋管咱伫什么时阵，伫什么所在，咱拢有主耶稣。咱即摆来唱第3节。救主叫我困醒，我着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谈使用，我为你加薪。主，我来求你，我来求困你，因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好，这时请咱安静进入咱的礼拜。
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只是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失落互我，紧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近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倚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信诗184首，请起立用全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失落互我，经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近我，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倚靠，会得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耶稣恩典哪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心更好，生活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倚靠，会得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清心感动哪会遐宽，互我凊彩过世，承受福音，承受感化，生命我心情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倚靠，会得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白行信心宣为体。牺牲一关一大，尊贵因更永远无退，无路伊命无煞。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亲身倚靠，会得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请坐。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
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则咱做伙来启应，伫神圣事后面，启应文第30篇，就是诗篇121篇。启应文30篇。我举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你厝你里，上主会保护你。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感谢你用慈爱甲信实引带阮，互阮自伫你的殿中敬拜阿罗你。主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甲过犯。阮承认伫生活中常常无注重你的教示，所行所做无讨你的欢喜。求你怜悯阮一切的过失，伤害别人的言语甲行为。求你亲近阮的心，互阮无顾照家己的意思行，愿意顺服伫你的旨意中。主啊，阮为着世界来祈祷，伫有战争的所在，求你赐和平；伫有动乱的所在，求你赐平安；伫有困难的所在，求你赐信心。为着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的冲突来代祷，求主平静战争，转变人的心，互你的天堂充满万国，互百姓得到安息。阮也为着台湾来祈求，求主施恩怜悯，保守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拢有稳定，互阮伫即个土地上用信心甲行为做见证，做主的光甲盐。我嘛为着教会的少年团体、马拉团体、心灵的会长甲辅导来代祷，愿你引带青少年人伫信仰内底跟对你的脚步，学习你的真理，使同工力量来同心合使。求主看顾今年暑假的南方学，好因对愿筹备的工作顺利进行。主赐智慧甲开来，互同工，互当地囡仔甲同工会当伫其中经历主的疼痛甲真光。阮也为着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求，求主的医治临到疼痛的人，求信心安慰忧伤的心灵，求上帝赐真的平安。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
何西阿书第1章第20到第10节。何西阿书第1章第20节。耶和华起头对何西阿讲的话是安尼：耶和华对何西阿讲，你着去带因父做某，也得着对因乱所生的囝，因为即个地方大惊因乱，离开耶和华。对安尼，伊就去带得来因的查某囝高灭。妇人人怀孕，甲因生一个囝。耶和华对伊讲，甲伊名叫亚述列，因为搁点仔久，我要办耶和华的家伫亚述列杀人流血的罪，也要互以色列家的国无去。到迄日，我要伫亚述列边洋压制以色列的境。妇人人搁怀孕生一个查某囝。耶和华对何西阿讲，甲伊号名罗哈玛，因为我无要搁怜悯以色列家，决断无赦免因。总是我要怜悯犹大家，用耶和华因的上帝救因，毋是用弓、用刀、用钩箭、用马，甲用马兵来救因。罗哈玛长领了后，妇人人搁怀孕生一个囝。耶和华讲，着甲伊名号做罗阿米，因为恁毋是我的百姓，我也毋做恁的上帝。总是以色列人也要亲像海沙，袂量值，袂算值。前伫什么所在对伊讲，恁毋是我的百姓，将来伫遐要对因讲，恁是永活上帝的囝。以上，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用的诗歌是《耶稣是永活石盘》。
啥饭堂你传道来讲道，题目是坚定不移的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我的阿爸父上帝，愿你即时找见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伫遮听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无论是讲的人，也是听的人，拢对你的圣神的启示中间来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坚定不移的听。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恁敢有望期待有一段坚定不移的听？对我来讲，我真渴望得到即款的听。过去捌伫国中，也是伫高中的时阵，受到一寡同学的排斥的经验，甚至也失去过真好的一群朋友的经验。也因为安尼，有一份稳定、坚定的关系，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遥远的一个梦想。因为过去即款的经验，直到我是一个真惊吓，得失着别人，互人讨厌，也是互人无谅解、误会，惊吓别人的批评、眼光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真惊吓，我若是做了无够好，我就会失去一段我真珍惜的关系，一个我所爱的朋友的一个人。我想，即款的惊吓，可能对侪侪兄弟姊妹来讲，可能嘛是咱时常烦恼的一款的惊吓情绪内底。若是我无够好，我可能就无资格得到听甲接纳。若是咱有啥物失错，就会得到惩罚。甚至当咱陷落伫咧即个最终之乐的即个引头的时阵，无法度得到讨棒的时阵，咱嘛认为家己已经互人、互上帝来气杀。上帝应该无爱我即种罪人。团队今仔日要透过歌密的性命来甲大家来分享一份坚定不移的听。伫咧何西阿书的即个时代，甲以赛亚书其实是差不多的即个时间。总是以赛亚书伊是伫南国，针对南国犹大的一个先知；何西阿书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伊为即个国家带来侪侪上帝的劝勉甲启示。何西阿书主要是咧讲，就算讲是以色列人因侪侪反背上帝，上帝犹原要用怜悯甲慈悲疼痛来愿意来接受伊的百姓，来悔改归向伊。所以即款册提醒每一个人，虽然咱拢有时会离开上帝，总是伊一摆搁一摆用听，希望咱会当回来到伊的听内底。伫咧何西阿书内底，上趣味的就是因一家伙仔的名。何西阿的名叫做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甲约书亚、甲耶稣是同一个字根，拢是有拯救的意思。何西阿的某歌密伊的意思是完全。伫遮最趣味的就是，咱会当来看到讲，以色列人伊是完全的背离上帝。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咱个会当看到上帝完全的听。所以何西阿甲歌密生两个囝，一个拢总有三个囝，分别叫做亚苏列、罗罗哈玛甲罗阿米。亚苏列的意思就是讲上帝也拯治，另外一个意思是上帝将即个分散。第二个查某囝叫做罗罗哈玛，伫圣经内底即个恁若看到即个罗就是不的意思，无的意思。所以即个意思就是讲，即个人伊无受到怜悯，无受到即个慈爱安尼。第三个囝叫罗阿米，即个名意思是讲，即个毋是我的百姓，
百姓，这毋是我的百姓。所以对伫何西阿一家人，因一家人的即个名内底，咱会讲看出一个真趣味的、真特别的过程，就是何西阿代表的是一个亲近上帝、有上帝听的形象的人。戈别代表的是人有犯罪的罪性。三个囡仔代表的是上帝甲伊的百姓伫即个即个关系中间的一个三个阶段。总是最后，佮马上等于到上帝永远袂改变的听。即三个囡仔代表的是三个无共款的层次甲关系。第一个囡仔代表的是上帝会审判，总是毋是马上的审判，上帝会互伊的百姓时间。所以当咱做伙来看即个耶稣列的时阵，耶稣列其实原底是一个地名。伫咧《列王记下卷》第9章、第10章的时阵，拢有记载，以利沙奉上帝的名差遣耶和去推翻亚哈、甲亚西别、亚哈跟耶洗别即个王权，迄当时的即个邪恶拜偶像的政权。迄当时的交战的所在，就是伫亚述列。也因为安尼，上帝讲要互伊所建立的即个王国平安，开始到第4代的时间。总是即个耶户，伊毋是真正倚靠上帝的人。伫伊耶户的顺服甲敬虔的背后，其实是伊对伫王权的欲望甲贪心。直到后来，伊倚靠上帝得到王位了后，虽然替上帝除掉所有亚西别伊所养饲的遮个巴力遮个偶像甲祭司。总是伊家己搁走转去拜金牛、金牛犊，也因为安尼，伫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上帝透过耶稣的即个名来表明一个人，也是讲一个民族，若是只有表面的敬虔甲顺服，到最后嘛会来得到审判。所以伫第一个阶段，就是上帝要透过耶稣的即个名来提醒以色列人。虽然恁拢以为恁是我所栽种的囝，甚至是我所竞选的百姓，总是上帝要看的是恁的内心，敢有真实的顺服甲敬虔无？若是有，因的心中就会有上帝所栽种，互因伫心内的不逆的迄款好的信仰。总是若是恁只有表面的敬虔、表面的顺服的时阵，甚至毋知影要来悔改，上帝就要将你来拍散，将你来分散。所以即个名真趣味吼，一个名内底有遮侪无共款的一个表示。所以上帝要讲的就是，恁若无要悔改，我就要将恁来拍散，甚至来审判恁的罪。所以第一个阶段是提醒因会有审判，第二个阶段是上帝讲，恁若搁安尼，我就要收得当对恁的慈悲甲怜悯。也就是讲，恁若是犹原要用即款的方式来生活，无愿意来悔改、改变恁的行为的时阵，安尼我只好先将我对恁的疼甲怜悯收倒来，互恁用家己的方式去面对恁所犯的遮个罪，也是讲恁所追求的欲望所带来的后果。这是第二个阶段，上帝收得当伊的慈爱怜悯，互人面对伫罪恶欲望所带来的后果。第三个阶段，罗阿米这个阶段，伊讲：恁毋是我的百姓，我嘛无爱做恁的上帝。这个无爱做恁的上帝的原文是讲：我无做恁的我是。什么意思？我用华语讲下，不做你们的我是。迄个我是啥物？就是耶和华伫旷野甲摩西咧启示伊的名的时阵，摩西是讲你是啥？你是啥？伊讲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对毋对？所以迄个我是就代表讲耶和华伫咧旷野摩西启示的迄个名。所以即句话更加深刻，要来显示讲上帝要否定过去甲因所立的这个约。总是伫即个气话讲了了，马上后一句话就讲啥？就讲，就是上帝阁对伊的囝儿讲，
总是恁是永远我的上帝的囝儿。伫即个经文的后一句，上帝甲伊的百姓讲：恁是永远上帝的囝儿。咱会当看到讲，其实上帝伊伫遮个话，伫遮个提醒的背后，马上带来的是一个疼。所以，当咱咧看今仔日经文的时，咱会当发现讲，上帝使用先知何西阿伊的婚姻甲家庭，诚做以色列人会看见主的疼的一个教材。对伫何西阿来讲，确实是一个真艰苦的一个过程。咱无法度想象讲，当上帝甲伊讲你要娶即款的某，然后伊顺风的时阵，煞来碰到遮个代志。总是我想，何西阿一定是所有圣经人物中间上理解阿爸爸上帝会疼的人。上帝透过三个囝的名，希望以色列人了解上帝是怎样看待伊的百姓、伊的囝儿，搁有来理解上帝的心情甲感受。所以，亚述勒是哥别为着何西阿所生的第一个囝，代表的嘛是上帝要赏赐互因在前伫即个婚姻的关系内底所结出第一个果子。总是亚述勒也亲像过去所发生坦多讲的即个战争的即个地名共款，因为耶和过头的暴力、偶像的崇拜，佮藏伫敬虔甲顺服下面，即种对伫权力、真实的欲望，递到上帝所栽种的果子，生出败坏。也因为安尼，伫咧第二段的时阵，上帝透过第二个囝讲：我要收得转我对恁的慈爱甲怜悯。其实人实在时常伫咧家己有把握的时阵，就失去对上帝倚靠的心。某一个程度来讲，我想并毋是上帝收得转伊的怜悯甲慈悲，而是人认为伊迄当时伊无需要。所以伫即段经文内底所讲的是因的第二个查囝的名的意思，可能嘛代表的是伫咧告别迄个时阵，已经一摆搁一摆的犯错，反背伊的婚姻的关系。直到何西阿伫咧迄个时期，已经失去怜悯的心，失去疼甲慈爱的心，也可能是因为囡仔一摆搁一摆的犯错，做出互何西阿艰苦的代志，甚至无愿意来接受何西阿的关心，也是讲何西阿的疼。其实即两种的心情，透过何西阿嘛，互咱来理解上帝嘛是即款的心情。一直到第三个阶段，咱会当来看到第二章的第20讲，就甲恁老母辩论搁辩论，因为伊毋是我的某，我也毋是伊的翁。咱会当来想象，伫咧顶一段的即个阶段的时阵，可能哥别已经去到外口来行奸淫，反背即个婚姻，甚至是互人掠去做奴隶，伫咧市场顶面咧拍卖。所以何西阿对伊已经收到转迄种怜悯甲慈爱，甚至是认为要切断即个婚姻的关系。当伊一个人去到外口的世界的时阵，嘛代表伊甲何西阿的关系已经断去啊。总是到第3章的时阵，咱看到讲上帝为咱来展现什么叫做坚定不移的疼，就是当哥别伊去到市场，互人来侮辱，伫众人的面头前，互人诚做奴隶咧拍卖的时阵，上帝叫何西阿爱去甲伊赎回来、买回来，用重价甲伊买回来，买伊的性命甲自由，佮互伊有一段的时间重新来恢复伊圣洁尊贵的身份。亲爱兄弟姊妹，对咱来讲是啥物当咧影响去引咱离开上帝的疼？佮有甲上帝之间即款亲密的关系呢？今仔日的经文，互咱会当对两个角度来思考甲反省。第一个角度就是人对伫偶像的崇拜；第二个就是人的软弱甲罪性。其实就算讲过了何西阿迄个时阵，到即摆已经2800年左右吼，人的问题犹原共款。咱的心伫倒位？咱的偶像就伫倒位。
可能是经济上的遮个悬悬低低，也是讲对伫性的欲望、地位、工作等等遮个代志，只要是关过咱甲上帝的关系，只要也看到咱看上帝的眼光的时阵，迄就是偶像。上帝伫整个历史中间，拢伫在以色列人来证明，当我将恁对埃及救出来的时阵，我就为恁负责到底。总是我所遮个人，因无来珍惜耶和华上帝甲因所立的约。上帝讲：我所立的约是要互恁相信，只要我靠我，恁的生活所需要一切，我拢会供应，我拢会保护。我上伫意的是，恁敢会当甲我起做一个建立一个亲密、信任、充满疼的关系。咱的欲望直到咱真困难，伫咧生活中间得到真实的满足，也因为安尼，咱时常陷落伫咧钱啊、地位、家庭、课业、关系、感情、欲望、物质等等遮的选择。甚至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侪的选择中间的一项拿尔。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上帝透过何西阿的家庭，互咱清楚明白，伊早就为咱建立一个享受咱真实平安、满足咱生命所有的需要甲保护的迄个厝。伊就是迄位疼的丈夫，伊就是迄位疼的阿爸爸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时阵我要用一个物件来甲恁分享，我请我的小帮手一个。我今仔出门袂记你摕，我叫阮某等伊摕。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即个鸡卵的壳啊，伊并毋若只是一个选择，伊是一个承接咱生命所有一切的需要。欲望甲关系的壳啊，当咱拥有甲上帝亲密的关系的时阵，咱对伫生活中间的需要，咱会有信心；对伫欲望，咱有合宜的追求；对伫关系，咱会当有对上帝来的疼。咱也清楚知影，咱的生命的本质源头拢是出伫上帝的疼。我问恁哦，来即摆来做一个。等下莫破去哦！哦，好，摊大，恁有看到偌危险嘛吼？恁看到安尼，哦，恁会惊袂？我最惊。好，若是咱要挖靠家己的气力，摕遮的物件，这代表的是咱对伫人的感情，对伫社会地位的追求。对伫钱的追求，对伫经济的烦恼，对伫家庭的烦恼，恁烦恼无？对伫囝儿的教导，爸母的照顾，侪物件拢放伫你的手头上，你咧行的时阵会惊袂？我惊到要死。当你要用遮的物件放伫你的手头的时阵，你每一脚步拢足惊吓，无平安。总是当你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就是即个壳啊。你用上帝的疼来摆咧你生命的顺序的时阵，你会当清楚知影，我甲我夫妻的关系，我甲我家庭的关系，我甲我工作我的本分的关系。可能是我即马所追求的梦想、目标，我甲人的关系，我伫教会的服侍，等等的遮一切，咱拢有顺序排咧伫咱甲上帝的关系的时阵。即个客啊，你客咧走的时阵，你阁会惊吗？你袂惊，你有永远的平安，你有真实的平安，因为上帝的关系。诚做承载你所有生命中间所有问题、所有困难、所有艰苦的一个容器、一个器皿。今仔我要透过即个物件，要来甲恁分享讲，其实咱甲上帝为咱所建立即个坚定不移的疼，
就亲像即个溪仔共款，帮助咱来面对所有咱一生所面对到的问题。咱甲上帝的关系，毋若只是一个选择，伊是一个承载我们所有选择的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帮助咱会当定心有一个上帝的一个赏赐互咱的处事顺序，会当来将咱所有面对到的这一切关系等等的，拢有智慧、有信心、有上帝的疼心，来帮助咱伫生活中得到真实的平安。咱无阁有惊吓，甚至咱对伫咱的性命、生活是充满就是很有把握、充满信心的。因为咱清楚知影，伫上帝为咱所建立的这个厝内底，一切拢伫上帝的掌管甲保守内底。另外一方面，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人的罪性。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敢有陷落伫咧罪的罗网的内面的经验？也是讲现在就陷落伫咧罪的痛苦内底。亲爱兄弟姊妹团队要甲你分享的是，无要紧，这的罪、这的失败、这的软弱，拢无法度将你对上帝的身躯比来带走。你的尊贵、你的荣光，上帝会惊你的身份。我有一个少年人真痛苦来甲我分享讲，团队伊认为讲伊的行为有侪得失着上帝的所在，伊足想要来改变，总是伊时常无说离陷落伫即个罪的行为内底。我请伊来分享讲，伊为虾米伊会感受到遮痛苦的原因。伊讲是因为伊明明知影安尼无好，总是伊时常无说离就来得失着上帝。我讲对我来讲，你有即种忧伤痛悔的心，就是上帝所喜爱悔改的罪。你即马即款的心情，就证明上帝所赏赐的圣神已经甲你同在，已经伫你的心内啊，所以你就平平安安。我相信，当咱继续牵调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时阵，咱就有能力、有气力、有勇气来赢过咱生命中间的这罪性甲软弱。就算讲咱真正无法度来改变，只要咱来悔改认罪，这一切的罪恶拢无法度来影响到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保持对伫罪的这个厌恶甲适当的罪疚感是好的。总是上惊的是讲，咱对伫罪已经麻痹。甚至心中出现一种侥幸的心态，就是讲，无要紧啊，我犯了即届的罪了，我下来悔改就好。所以简单来讲的就是，咱需要对伫罪保持一贯警醒的态度。总是过头的罪疚感，嘛可能会互人陷落伫一种属灵的忧郁的关系内底。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咱爱保持对伫罪的警醒。也清楚来了解，伫罪的背后，上帝的疼甲恩典，早就伫上帝的厝内底等待咱。结论来讲，今仔日的经文帮助咱来思考，咱心中的偶像是啥物？是啥物当来影响到咱甲上帝的关系？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怎样来排列咱生命中一切的顺序？咱敢有法度甲上帝建立即款的亲密的关系，直到咱伫生活中间有真实的平安。即份坚定不移的疼，会当来帮助咱伫生活中间，伫任何的代志，拢有好的处事顺序，有合宜的追求，有疼的关系。即份坚定不移的疼，互咱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这份坚定不移的疼，嘛赏赐咱伫咧有勇气来面对着咱生命中间的罪性，互咱清楚知影，就算讲咱失败1000摆、10000届，只要是咱想要转移到甲上帝的关系的时阵，伊永远拢会用疼甲恩典的双手来将咱揽条条。这份坚定不移的疼，伊嘛提醒咱每一个人，罪所带来的误会、垃圾。袂压砍咱生命中间真实的光，也袂影响到咱尊贵上帝囝儿的身份。只要咱愿意来悔改认罪，
时刻牵调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我相信咱会当渐渐来改变咱的生命。就算讲咱已经真努力、犹原无法度来改变的时阵，我嘛相信，伫即个软弱的中间，你会看见上帝的恩典，伫即个中间甲你同在，成做你的安慰。即份坚定不移的疼，嘛拄起咱每一个人心中的惊吓，拄起咱心中的见笑，互咱重新恢复上帝起初创造咱的生命的价值，也就是咱拢是上帝尊贵宝贵的囝儿。我嘛是因为这份坚定不移的疼，我较渐渐相信家己是有价值的，较渐渐有勇气面对别人的眼光，面对别人的批评。希望这份坚定不移的疼，真正真实，成做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咧生命中间得到真实的勇气、快乐甲平安的力量。咱做伙来祈祷。听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无论阮因为罪，因为家己的骄傲、欲望，行到偌远的所在，你永远用疼来去永远回来到你疼的厝内底。愿主，你真实来帮助阮，透过圣神伫阮的心中，来提醒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阮的心内、阮的生命中间。一切的顺序，要安怎来照你合伫你心意的来排列，互阮尊你做大，互阮看甲你的关系做第一的一个上重要的所爱追求的代志。愿主上帝，你用你的疼继续来去永远，用你的恩典来起造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你的信心，互阮会当每一日享受伫你即个疼的厝内底。享受这份坚定不移的疼，嘛，互阮将甲你的关系带来到阮生活的每一个所在，每一个甲人的关系内底，互阮伫这中间得到真实的平安，得到真实的满足。愿主来继续祝福所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甲你的关系。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新圣诗》第78首。新圣诗第78首，耶稣耶稣用疼充满阮，耶稣耶稣用疼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伊跪落朋友骹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诚做奴仆的服侍。圣诗第78首，请起立，用全首。耶稣，耶稣，用疼充满我，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跪落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奴仆的菩萨。耶稣，耶稣，用疼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厝边有雨也霜降，厝边有无清净土，身边也无分贵贱贫穷。耶稣，耶稣，用疼充满阮，甲阮来服务。
你所安排处边。耶稣快乐，亲像路步来服务，原应该安尼甲你同活。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伫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伫周报第2面，请耶和华啊，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慈爱，搁将你的救恩赏赐阮。诗篇85篇第7节。耶和华啊，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慈爱，搁将你的救恩赏赐阮。诗篇85篇第7节。后礼拜圣工分担，后礼拜是父亲节联合礼拜，就一长礼拜。领唱敬拜团司礼谢玉凤执事，司琴庄怡玲传道娘，献诗少年团契司献曹明祥、张景伦执事，交代曹明祥执事少年团契，音控许承恩、张信群弟兄，讲告经理是李浩传道。后礼拜来主礼拜查经祈祷会，礼拜3查经祈祷会，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主理是科牧师，司会是郑仁交执事。后礼拜主日礼拜，主理是李浩传道，
经文是何西阿书11章第1节到第11节。题目是持神爱所，信息甲根据，请家己来准备。消息报告第一项，今日要举行少年团契甲玛纳团契的会长甲辅导的就任，请无事。咱即时要来举行少年团契会长陈可轩以及玛纳团契会长黄慧谦的就任式，咱请这两位来到台前。咱的少年团契甲玛纳团契拢是伫年中。年中间的中，这个时刻，因拄好是每一学年的转化这个时刻，因做这个会长的就任吼。所以，这是咱要为着玛纳团契以及少年团契因的会长的就任，因来伫众人的面前来来誓约，吼誓约，请听我问的问题。黄慧谦。你要领受玛纳团契会长的职责，陈可轩，你要领受少年团契会长的职责，恁敢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恁两人要领受会长的职，恁着瓦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要来宣告，请会长起立。这时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长老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两人正做本会玛纳团契的会长，以及少年团契的会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关心这项事，尽力伫主的光来归荣光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年的爸，阮即时互咱的少年团契以及玛纳团契，因两人陈可轩以及黄慧谦，正做后一年度的会长。愿做你加添属天的智慧、气力伫因身躯顶。帮助因常常伫团契会友，帮助所有的团契运作、会友的心灵，伫信仰顶面因同齐来成长。愿主你亲身祝福伫因两人的身躯顶。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长请坐，咱请小会员来甲因握手来接纳因。好，黄慧谦，咱自细汉就，伊细汉的时阵，咱就看伊大汉吼，所以未来今年吼，我拄仔甲讲，你今仔的西装很帅，吼，毋望伊会在未来今年永远这样帅下去啦，吼。啊，可轩，吼，可轩伫咱少年团契，伊对主理少年团契嘛，伫咱教会，伊的成长嘛，咱伫未来今年常常甲伊鼓励，吼，互伊两人。伫上帝恩典内面，伫团契会长的职务顶面会使成长。好，咱拍鼓啊，甲鼓励。好，请坐，请坐。这是咱要为着玛纳团契的辅导科育家技术，以及少年团契辅导李团导，咱要互因来就职这个辅导的职务。这是恁两人就听，我要甲恁誓约所问的问题。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
玛拿团契的辅导科语家技术以及少年团契辅导理学团导师，恁两人要领受玛拿团契辅导的职务，以及少年团契辅导的职务，恁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业务？恁两人要领受这个职，恁就倚靠教会头主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要安尼行，也无？咱即是宣告，由愿请会众起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官兵，设立科语者，你正做玛拿团契辅导，理学传道师，你正做少年团契辅导。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关心伫团契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上帝，阮伫即个时刻设立科语者技术以及理学传道师，正做团契辅导，互因两人有属天的智慧，咧关心所有客友。以及关心整个团契运作，带领遮的青少年，互因无偏离主的教示，互因会当行伫正确主所安排的道路，互每一位伫团契中的客友，伫信仰中成长，伫灵命顶面有长进，伫因的生活顶面受到帮助，互因咧陪伴遮的青少年的时。互因有智慧、有勇气、有能力，愿主赐福伫因两人的身躯顶。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由愿请小会员来接纳。要不要这么快跑掉嘛？那个可轩跟阿谦，哦，可轩主日学拍谁？我漏掉先颁给他了，等一下再请辅导给他哦。来，慧谦来前面。好，咱个用普话声感鼓励。好，请坐。第二项，圣诞节甲感恩节筹备小组的开会通知，伫本主日礼拜后12点半，伫地下1楼要召开本年度第3届的筹备会，请主日学校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少年团契、玛拿团契、妇女团契、少年团契的会长、社区关怀据点负责人周元甲有志参加活动筹备的兄弟来参加。第三项，联合礼拜后主日礼拜是父亲节联合礼拜，当日嘛是少年主日。第四项，感恩节甲圣诞节海报的设计，今年的感恩节活动是摆伫11月22号礼拜六，甲圣诞庆祝会12月20号礼拜六，征求有意愿设计的会友，请联络赵以诺长老。好，这是咱要为着后个月8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咱要甲因祝福，请8月份生日的兄弟会当起立。
第三楼的嘛要站起来哦。好，咱为因唱生日快乐歌，咱唱2遍。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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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着生日的兄弟姊妹，咱愿意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欢喜，因为有8月份生日的兄弟甲阮同做伙。我们为着因伫过去的年日，恁赏赐因，你看顾因，你保护因，予因伫过去的日子，因拢领受满满的恩典。这时刻，阮为着因的生日，阮献上感谢。我嘛阁恳求上帝你，将过去你所加添的祝福伫因的身躯顶，加倍的恩典伫因身躯顶，祝福因每一个人拢领受对天来的平安甲喜乐。愿将因放伫你的手中，愿信心亲身来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请咱大家继续为肢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伊哪有心来？大家平安。今仔日无新朋友，但是有真久无来的朋友，就是恩硕的爸爸妈妈，甲伊的小弟，相信请因起立。因为足远的屏东，我想说怎么讲？屏东来到台北处理一寡代志，嘛求主继续保守因转去的脚步，一切平安顺利。好，请坐，谢谢。这是咱互相来请安。
原徛咧来用祝福的诗，诚信诗399首，诚信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诗煞请科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爱，主会听每时求，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变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爱，主会听每时求，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变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永远不变的听，愿主耶稣基督牺牲救赎的听，愿信心扶持帮赞的听，甲恁众人伫地对即世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遮济味道。礼拜只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